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指挥中心宣布，全国维持2级警戒到10月初4，另外办大型会议甲展览的规定会留着放令。中国宣布，对明仔载开始，咱的汽车甲染物袂当销入中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会甲 WTO 提出控告。中秋连假4假拢是违规，屏东垦丁有唱水业者用货车后头载人客，某餐厅无用假放放开罚单。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增加1个本土11个带病入境，阁有1个人染病死亡。疫情警戒部分，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全国维持2级警戒到10月初4，八大行业同款袂当营业。另外，针对民众家己开钱去做疫苗抗体争议，但是董事表示，这礼拜3会开会讨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冠疫情上新的病例数，搁再新增加1个本土，境外移入11例，其中有5例是突破性的感染。另外新增加1个死亡个案，5位是符合突破性的感染，他们接种过的疫苗，俄罗斯的这个卫星5号的疫苗，那序号2是莫德纳，序号3是 AZ， 那序号7是 BNT， 那序号8的话是嬌生的疫苗1剂。虽然本土疫情确定，不过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依然宣布维持2级警戒，时间对9月21到10月初4为止。上海市挂西安是名制，相关的人流管制，室内是80人，室外是300人同款。不过若是室内空间有够大，会使依照面积开放更加侪人入场。另外，8大行业舞厅、夜总会、KTV、电子的游戏场所这行业依然是关闭不开放。不开放的场所就仍然维持不开放不过呢，有相关这些场所，我们可能在下礼拜那再观察疫情，然后再做一些讨论。另外，民众自费验抗体，陈时中表示，拜3会开医疗应变组的会议来讨论检验疫苗抗体指引。不过，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表示，自费验抗体有3大局限性，包含检验的时机，强调必须做完2剂，才法度验出完整的抗体数据，并且点出即阵市面上疫苗抗体检测不是验中和抗体，所以讲根本无法度来验疫苗的保护力。最后，伊更加点出，即阵商业的试剂无法度正做临床也是检查来使用，所带只是供参考，无法度推估细胞的免疫是不是有够。检验的标的以及检验的方法等等，会做一些律定。我想我们在星期3的专家会都会针对这些议题来做讨论。BNT 疫苗伫学校注射，下礼拜即要开始。指挥中心提醒，疫苗注射了2礼拜，唔通剧烈来运动。若4礼拜内出现胸腔杂杂、胸腔痛，抑佮心肝皮肤彩、真喘、运动的耐受不良，也是讲要分期。疑似心肌炎这症状，爱赶紧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增加的1个本土病例是伫咧台北市，这个病例查某囝进前已经确诊，因老母今日嘛伫咧隔离的期间确诊。不过，目前因的接触者 PCR 拢是阴性的。过来，咱来看新北市的好消息。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讲，新北幼儿园烧坏案件，第一批去互人隔离的民众已经全部拢隔离煞，而且无增加新的病例。台北市19增加1个本土确诊个案，1625，一例是60多岁女性，CT 达34，伫隔离期间采检阳性确诊。这个案进前住院的时阵，采检拢是阴性。伊的查某囝进前要去陪病，煞伫15采检阳性先确诊。卫生单位赶紧安排妈妈采检，PCR 阳性确诊，已经扣列16个接触者，PCR 结果拢是阴性。因为他有慢性病所以他平常很少出门。那除了这一次在9月10号住院之外，在7月份也曾经住院那目前是女儿跟妈妈同住，所以他们平常接触的人比较少。针对第2剂莫德纳疫苗，台北市反映疫苗分配无够，中央回应算的方式无同。卫生局指出，主要是涉及老大人引起外观市住，非涉及老大人下到台北住，地数数据有差，无有约到的台北市府后续会安排。新北市疫情稳定，19出现家庭，无增加本土个案。所以整个染疫事件应该会在9月22号以后，整个社区的感染确定无误，我们才会可以较确定说这个案件就非常的稳定。
新北有利恒群组案侯友宜表示，情形稳定，第一款的居家隔离人已经全部解除，自主健康管理社会酷热者爱到22才会解除。另外，中秋连假各大风景区人真济，金山中角湾并溪10分水墙，后来风景区拢超过人流量30%，呼吁民众莫过去啊。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预期要境界要延长到10月初4，不过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办大型的会议甲展览的规定会略略放零。若是工作人员落城有做过第一档疫苗，莫开放试食等等，都会当办现场的活动。虽然讲即马无亲像英国遐尼自由，不过真侪单位，亲像是观光旅游展，也是医疗展，拢真欢喜讲毋免搁伫网络举办。无论是机港古典，也是民众上爱观光旅店，受到疫情影响，拢改做线顶。19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疫情立即警戒期间，会有条件来开放会店的活动。需要60%以上已经完成第一剂这个疫苗的施打。那展览使用总摊位面积，用它的这个租用展区面积的40%作为上限。相关指引包含会店单位要制定人员分流上班计划，合约商也是总务人员要有3天内快速检查 PCR 阴性，也是注射疫苗证明。会议嘛有梅花座，也有假帮。消息解出来，会店单位拢乐观其成。线上的展览，疫情期间没有办法举办实体展的时候，是一个必要的方案。能够举办实体展的话，将来的展览一定是线上实体会混合的这种的形式。所以，如果能够举行实体展，效果当然会更好。下半年呢，非常多的这个大展啊，已经都准备好蓄势待发，包括像贸协的10月有医疗展、智慧移动展，还有12月的食品展。另外，像这个一般民间公司10月的宠物展，还有11月的生物科技展。会店从业人员疫苗注射率要求爱60%，台中市国际观光发展协会认为，疫苗到货量若是有够，相关产业拢愿意来配合注射。现在就是要让相关产业的人能够尽速施打疫苗啦。我想观光产业、会展产业也是说都能够配合政府尽快来施打这个疫苗。经济部表示，会对会店的业者提供今年第3季的员工的薪水加100%的营运资金补贴，希望使为后疫情时代进行发展带来新一波的动能。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初，中国用验出巨信来做理由，禁止咱台湾的往来入中国。即马中国搁再宣布讲，对明仔开始，咱的七客甲莲雾嘛袂当销去因遐。毋过，咱外销七客有9%拢是销去中国，农民即马是真烦恼因的食清。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批评讲，中国根本就是咧针对咱台湾，可能会甲 WTO 提出控诉。大目色客蹲甲龟头骹，但农民趁动装箱要卖出好的计象。毋过中秋佳节期间，再传来歹消息，19中国海关总署宣布，因为今年真侪摆检出一种叫做太平洋豚纹粉介壳虫，20开始，色客甲莲雾拢暂停输入。听到消息，农民拢真伤脑筋。这就很伤脑筋啊，因为毕竟原本就是销大陆占为大多数啦。那如果他们不要的话，就可能要赶快开发其他的市场。因为只有在台湾滞销的话，有可能产量过多的话，相对的价钱就比较低一点。农民是烦恼计销的白痴，2020年统计，色客销中国大陆有27000多吨，香港、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只占一数因讲是外销超过9%是靠中国市场。而且是占全台总产量的2成以上，莲雾外销也是9%卖去中国，毋过占全台总产量1成，冲击较细一点啊。其实是还好啦，我是感觉政治的因素。中秋节呢，4天的假期，6月底前如果有不合格，怎么没有在那时候来告诉我们？当然完全无法接受。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开记者会强调，无法度接受予中方单方面禁止外销。4家莲雾我也卖到其他的国家，有同样问题的也就只有中国。他要提出完整的科学根据，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陈吉仲表示，早伫往来年初毕竟，都有感涉起脸部是第一波恶名单，所以去向起就是感觉，卡出中国9月进前无恢复动植物防疫对付的机制，会向 WHO 控诉中国违反贸易规则，比照往来事件提出10亿预算，加强内销部分，包含展期调节、推动涉起收集保险等来协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中秋节刚连假的第2天，四界拢是出门游览的民众，有一饭店的房间拢已经封订了啊。咱若是交通的方面，高速公路日时的时阵要算正顺，不过拄只要暗暝的时阵，已经袂少人开始就北，可能要到半暝的时阵，高速公路才会较好走。溪头风景区卖票头前，车排真长，真侪民众在中秋假期出来佚佗。我们7点出门来到这里就快1个小时，原本大概30几分钟的路程就到了。溪头自然教育园区早起10点也未到，已经有4000人入园。园区有估一天的入园人数会来到7000人，周边的饭店也拢无空房，房间拢满了。那目前早上10点多的入园人数大概在4000多人次，那预估到傍晚结束应该可以达到7000人次左右。这个中秋年假连续4天的话，我们饭店是全满，现在是100%的，住宿率。真侪游客来花莲万荣海洋公园看海底表演，中昼之前入园已经超过4000人。另外，假期布袋上港要去澎湖马景的观光船载客率也是真悬。现在就觉得疫情控制的还算蛮好的，所以就想说放风自己一下这样子。昨天开始的话，载客就300多，今天就360几了。因为最近这几天的载客量会蛮多的。中秋连假第2天，国道路况大致上有顺，国道1号湖口到头份，彰化系统到保盐系统，国道3号三鹰到龙潭，国道5号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拢出现塞车。暗头了有上百个车流。南向在石碇坪的路段，这一波的车流呢，高工局预估可能会到晚餐时间过后才可以逐渐的疏解。那至于这些北返的车流，可能要到今天的深夜时段才有办法得到疏解。连假最后2天下晡2点到9点，国道5号苏澳路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有过承载，开车人爱多多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大家自疫情较长好了后，等到今总算是等到4天的连假，所以这几天四界拢是人叉。当然嘛，因为安尼出现真侪违规的情形，亲像屏东的垦丁，就有畅水业者违规用货车的后斗载人客去海边佚佗；高雄嘛有餐厅无用假绑去互开罚单。也若是台南出名牛肉汤店，嘛因为人客实在伤过济啊，根本就无法度保持距离。游客坐在货车后车道，沿路是游来喊去。知道后面不能载人吗？业者准备将人载去垦丁后壁河畅水，不过无任何防护是真危险。为部分潜水业者于后壁湖一带驾驶货车以车斗搭载潜水客，严重影响人车安全。中秋连假人真济，有畅水业者违规用货车载人，所保顶悬要民众无挂喙罨。警管处表示，民众大部分是送水上花了后，无马上挂喙罨，看到了后拢配合，就无开单。不过，疫情维持2级警戒，依然爱遵守交通法规甲防疫措施，袂当放零。在高雄受2间酒馆，18半暝人真济，互卫生人员查到无确实用假绑。2间业者分别被罚3000到15000。另外，在台南有中西区一间有名牛肉汤店出现人排甲长道路，煞无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中秋连假，民众出佚佗，不过也要做好防疫规范，接未假期了后，搁互疫情紧张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海地这个国家本来经济就无介好，这几个月搁拄着总统去互暗杀，搁发生大地震，这民众是摇旗失当，拢想要逃去美国。这阵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已经客10万人啊。虽然讲美国已经讲明要互因入境，不过也是有真侪非法的移民，坚持要拼看卖，因为讲就算转去海地，嘛是死路一条。
真侪来自海地无正常移民对墨西哥阿库纳寮水道过格兰德河到对岸美国德州边境的小城市德里奥，组织在美国甲墨西哥国际大桥下骹等待申请庇护。短短几天，对几啊百人增加到13000-4000人遮多，人数也伫快速增加。市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的状态，寻求中央协助，必须拜登政府快速来回应。国土安全部17架2000人转移到其他所在，准备要来驱着出境。也讲到21个动员400名人力来加紧处置。不过，伫现场移民讲甘愿等待记者，因讲若是转去嘛是死路一条。Porque yo no quiero deportado. Si yo deportado agora, yo voy a morrer Haití porque no tiene seguridad. Haití, só bandido, tiene guerra civil todo dia.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19号开始，美国可能每天用5个到8个航班把这移民送回海地。不过，也官员表示，实际航班要看营运的能力，甲海地愿意接受偌济航班而定。海地总统莫伊斯7月无视新闻了后，当地政治动荡，伊个连续拄到强烈地震甲国防的袭击。外围落去的民众只好出走。美国甲墨西哥边境的主权团体赶紧来协助为因请命。I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perpower, first world country, cannot absorb the people at the border, how do we expect Haiti to absorb them? 今年7、8月，美国甲墨西哥边境西部来了20万的无证照移民，以海地人为主，是20年来真少看。最近人数增加真多，引发共和党人士批评拜登的领导移民政策变相鼓励偷渡。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人类的历史上，头一遍无太空专家，又是为普通的各种行业的民众组成的太空任务，伫咧美国东部9月18日天顺利飞登来地球啊！这边的任务，那成员真特别，嘛是1972年了后，阿波罗1月2的计划，人类飞离开地球上界远的一逝。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太空船坚韧号在4张大降落线的缓冲下进入大气层，慢慢来下降。当地时间暗时7点外，顺利降落在佛罗里达州海华附近的大西洋。史上头一摆是全部的民众太空任务顺利来完成。On behalf of SpaceX, welcome home to planet Earth. Your mission has shown the world that space is for all of us. 附近的接应船赶紧把太空舱给鼓起来，拍开舱门，4个民众太空人真欢喜来握手。随后，一个伫工作人员的辅助下行出来，大家拢真欢喜。这段太空之路是由38岁电子金融商务好业人艾萨克曼专家来赞助，主要目的是为建立西洲一间儿童病院来募款。伊甲医师、科学家、工程师这3名非太空专业的伙伴，15岁佛州坐坚韧号太空船由拉因9号火箭发射升空，3点钟了后到离地球585公里远度，比国际太空站哈珀太空望远镜拢更加深入太空。也是美国 NASA 阿波罗登月计划在1970年结束以来，人类飞离开地球上远一摆。团队也甲地球来连线直播，介绍这个宇宙，较远看到地球全景的感动。3天随着地球轨道的飞行顺利来结束，为太空探索公司的太空旅游业务开创新页。无论是进入宇宙的时间甲深度，拢赢过竞争对手，那是起源甲伊定群河。另外，票价是无公开。时代杂志报道，艾萨克曼是包下4个座位，计销是2亿美金。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即嘛有愈来愈侪人有环保爱地球的观念，拢会用一寡广告合作会当自然分解 PLA 塑胶所做的物件。不过，其实这款材料要有特殊的环境条件才会当分解。目前咱台湾是无专门处理的回收厂。不过，因为侪人感觉讲这真环保，就放心啊用，颠倒造成更较侪废弃物。星巴克这咖啡业者所使用的透明的塑胶杯，也是卖场常常看的实物的塑胶盒仔，拢讲是 PLA 成分会使分解材质，也毋过敢真正这么环保咧？迪士和平今年已经进行实验，甲 PLA 塑胶杯也有盘仔分别放伫常温状态土壤甲海水，1个月了后却是无分解情形，防台过 PLA 塑胶袋上快用滴水。来自统一超商 7-Eleven 他们的冷饮的饮料杯，那另外呢还有来自全联的 PLA 的托盘。厂商在使用这些 PLA 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我们转用了 PLA， 我们已经在做减速了，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天然、比较好，但我们的实验结果就证明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一回事。至乳酸塑胶被归类在回收分类的其他七号，定定用伫个底质的咖啡，也佫有新鲜的包装鸭肉、鸡卵鸭肉。点过业者无讲的是 ，PLA 必须爱用工业堆肥，在55度以上、湿度80到90%的土壤，大6礼拜到12礼拜才法度来分解。不过台湾即阵是无专门的管道会使来处理。要有特定的条件才有办法啦。目前好像没有这样的专门分解 PLA 的这个堆肥处理厂。普通的回收业者在分类上也真难把这个 PLA 拣出来。造成 PLA 破坏其他塑胶的材质回收的顺度无法度再制。环团主张企业应该真正来落实塑胶减量，另外中央也应该拟定禁用，才袂互消费者误以为讲 PLA 环保就无愿意来减少这个塑胶而继续使用，安尼就会增加更加多废弃物。记者综合报道。秋天到啊，台南詹文溪大内桥下的甜柑仔草开始开花，规边看过去是白抹抹。日头更加照落，阁亲像带一点仔金葱，咱赶紧做伙来欣赏。徛伫桥顶远远看去，规片白色的花海是水甲。即嘛要挖秋天，台南詹文溪的大内桥边，规片的甜柑仔草也就是高食。当年伫中秋这阵仔拢会开花，伫连续假期嘛吸引袂少民众来遮赏花。我也是昨天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人拍照，我今天才过来看的。王美好像必拿一个那个芒草这样子来搭配一下，比想象中的漂亮。我本来以为他们是要去山里面的小溪、荒郊野外，结果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大内桥哈。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内区公所决定停办花季的活动。不过，规片水甲袂晓讲的9月末，也是声济游客来遮行踏。今年8月初，詹文水库下水，本正就是讲溪墘的甜柑仔草会去互水库下的水拢冲死去。不过加在即个是调节性下水，水无介大港，无算当着这个溪墘的甜柑仔草。即马开花啊，规片溪墘的美景搁一个出现。它这种芒花哈，它俗称叫田根之草。田根之草，它在开芒花的季节。从每一年的9月10号以后到双十国庆这个期段，它会开白色的芒花。高只开花，规片是乌乌，袂输落雪同款，有浪漫的气氛。这嘛，搁一个正做中秋这阵仔真受欢迎的景点。不过，嘛要特别提醒游客，若来遮佚佗行大的时阵，都要注意安全，嘛要遵守防疫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中艺高奖中剧团是家己表演出色的表演艺术团队之一。最近剧团利用现代剧场的方式，搬一出号做《烈火玫瑰鸳鸯梦》，希望透过现代故事，让更较侪人愿意来了解布袋戏。布袋戏翁仔伫美容院头前哪跳哪唱歌，这出《烈火玫瑰鸳鸯梦》是咧讲民国50年代发生的社会事件。中艺高剧团讲，希望透过现代故事推广传统布袋戏。这款有感情的戏，然后嘛是查某囡仔较喜意啦。最主要就是要，唔是传统的歌布袋戏，要甲伊转做现代，所以因有足侪电影的演法。我是袂晓受水哦，我无需要你救。定定看一海，煞去拄着车站。这出戏的导演表示，进前有20档的时间拢咧做现代剧场，即个甲传统布袋戏用现代剧场的方式演出，嘛是想要来试看卖传统布袋戏结合现代的观念，会当有啥物款的感觉？以一个年轻人的角度，然后对传统的一个推崇，但是又希望它可以在我们的语汇里面，然后能够更贴近大众。中艺高剧团表示，传统布袋戏的剧本有传统的手路来演出。讲现代故事的内容，除了衫甲裤无同，讲话行路的方式嘛要调整。希望透过新的演出甲故事，互民众看布袋戏有无同的感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
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